市民心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心声》节目。今仔日呢，咱为大家邀请到一位非常特别的贵宾，伊不仅呢是推动市政非常认真的政治人物，也是一位医师，同时也是一位作家，而且呢，伊非常关心社会问题哦，所以呢，伊就来推出了清洁针具还有毒瘾替代疗法。结果呢，苏地这个有毒瘾者哦，共用针具，然后引起艾滋病的问题获得了解决。那当然呢，在古尼哦来的非常不容易得到的一个奖，就是美国总统终身成就奖。然后在最近呢，又过来得到这个史怀哲终身医学成就奖。这不只是咱台南市的骄傲，嘛是我们全台湾的荣耀。所以今嘛就为大家来介绍今天的这位贵宾，我们欢迎台南市副市长严纯佐严副市长。是主持人好，咱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的副市长严纯佐，特别感谢咱上主请三冠王，和这个时阵来这个所在共同来探讨一寡咱台南市今年登革热这个问题吼。非常感谢副市长今天到我们节目当中哦。好，那因为呢，我们真的是觉得哇，我们台南市可以有出这样一位人物来缔结这类非常不简单的美国总统终身成就奖，还有史怀哲的终身医学成就奖，这真正是国际上非常不简单的当缔结。但是副市长在这里来讲，不只是一种光荣嘛，而且它其实也是代表另外一个责任的开始，对不对？是，我想我哋得奖的概念是讲，这是开始，不是结束啦吼。这个奖是属于。这10几档内底吼，大家共同拍拼的这个朋友吼。是。头前个路过真远，这个咱规个减害计划甲毒品的这个替代疗法，只是甲海洛因处理掉尔。对。但是问题是，即马咱的 K 他命甲安非他命有正这问题，我哪爱去处理吼？所以我想我未来工作注重，伫这方面要安怎，互咱的青少年莫面临规个毒品的危害，我想这另抓呢。咱个找一个时间，再来讲这个议题吼。是，好，我们改天一定要好好来访问一下副市长哦，因为这个是现在非常重要的议题。那另外一个吼，今仔日咱要来探讨哦，这是跟咱全体台南市民，甚至讲咱全台湾，因为我们都会有登革热这个问题啦吼。啊，到底登革热是安怎发生的？登革热是什么？可能到很多民众到现在还不是非常的了解。所以呢，在去年哦，咱台南市天高咧呢，确诊病例超过2万人，那么死亡人数嘛吼超过100人啦。啊，结果在今年呢，3月份吼，应该讲是提早2个月，咱的第一例的确诊病例就已经出现。4个月，过去拢7月。哦，所以是4个月。啊，今年3月。哇，所以这个议题我们今天要好好跟大家来探讨。那当然，我们请到专业的严副市长到节目当中，当甲大家来说明和清楚到底什么是天高热哦啊，那么。后面呢，后续我们要怎么样来好好的防治这个登革热哦？所以咱希望讲咱的市民朋友今仔日好好看咱这集吼，大家共同一起来防范登革热啊吼。所以一开始来，我们要请教副市长哦。那我们台湾呢，这个登革热是不是它流行的状况是怎样哦？是，这个天高这是登革吼，这是外国的话啦吼。是。伊基本的意思是这中邪。就是过去有一种病发烧了无偌久，七孔出血，然后倒转去，所以叫中邪这个病吼。但是落尾随着咱规个了解了吼，咱也知讲这个蚊仔是有关系啦吼。咱台湾其实是差不多300-400当中都拢有天高热啦吼。电信讲有人咧讲是讲伊天高热往生去，因为电信讲根据历史的记载就是讲伊是发烧了6天去往生去吼。一般来讲，照这例咧看，马拉利亚较少安尼，但天高热是6天是非典期，所以电信讲来去调伊对发病到往生期，应该是天高热往生期吼。那么咱规个台湾上严重的一件是伫这个民国31年，迄个时阵台湾人差不多600几万人，有500几万得天高热，80几百得天高热。当时是因为这个规个南洋战争吼。日本甲台湾当作是伊的前进基地嘛吼，伊甲美国宣战，甲英国、法国宣战，所以伊对台湾派真侪咱台湾人做军夫、做军人的，去大南亚甲英国、甲法国战争，去甲迄个病传倒来咱台湾。那么另外迄个身躯去美国来空袭嘛，空袭迄较早是拢自来水较少，拢古井水嘛，啊较早拢是水的即个用范围真大，比如讲油涂骹啦、洗窗仔门啦、洗衫煮饭啦吼。所以真侪人拢得爱欠水，当我通去处理。伊地质是若咧空袭吼，所以水就欠起了呢，造成对
对东南亚把这个病毒传过来，咱本身就有蚊啊，佮加上咱欠水的结果呢，所以迄个时600几万人口呢，有500几万着天高热。哇！啊，落尾战后咱用 DDT 呢，甲马拉利亚甲天高热甲伊消灭掉啦吼。那么民国70年的时，伫这个小琉球，外国即迄个境外移入入来吼，80几%人即个着天高热，落尾控制就个了。民国77年，迄个时对高雄开始吼。到即摆已经26档啊，每一档台湾拢有29档啊，台湾拢有天高热。我要甲大家报告讲，天高热就是台湾的一个病啊，咱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所以，若提前个当了解天高热的常识的时阵吼，不单是保护咱家己，咱保护咱的子孙，把这个物件当作咱台南市拢爱了解的一个病。所以我到处去演讲吼，去说明拢是用这个态度。我希望将我的知识，甲市场的知识，会当有较侪人知影，佮会当传落去，这是较重要。对，所以其实天高热吼，是因为做侪民众无清楚的了解，所以才无去吼改做好这个防范的工作。所以我们去年才会造成讲旧年疫情遐尼严重嘛。那旧年疫情是不是副市长嘛？甲大家说明一下。旧年拢总有22745个人得天高热，台南市啦吼。是。啊，拢总死亡的人数是112个。啊，22745个内底呢，差不多有40%。以上是60岁以上，正超40%。哦。但是死亡的人数内底112个内底呢，有102个是60岁以上的人。换一句话讲，60岁以上的人，伊得这个天高热死亡的人数加足悬。啊，了就是讲有慢性病是占107个。就是抵抗力较歹的人，年纪较侪的人，伊得呢，伊往生的几率较大。所以这是咱旧年的一个血淋淋的教育吼。今仔我伫北区的演讲嘛，甲即个物件来大家讲，所以现在讲咱特别来鼓老人，是因为即个原因。对。啊，所以吼，副市长为虾米咱旧年的疫情会变甲遐尼严重？我想大概有几个原因啦，吼，一个原因是甲日本时代共款的讲，大家欠水嘛。因为咱对前年的8月份到去年的4月份，拢总无啥落雨嘛。啊，大家限水。1线、2线、3线嘛。限水的结果，大家欠水嘛。会欠水，吼啊！第二呢，就是去年对东南亚过来、印尼过来是印尼猪是第2型。台湾人、台湾人过去吼，做这人就第2型，有抗体100几个尔。所以几乎都没有抗体。哦，没有抗体。都没有抗体。啊，然后就是讲吼，就是入来迄个印尼猪吼，伊本身入来了呢，伊是第2型，是所有的型内底算上歹。第2型，啊，过了就是讲，伊入来了呢，开始的镜头是用微长的镜头，伊是吐甲流嘛，啊，普通我本身是一位内科医师，我是微长科医师，对，所以我伫咧问家己讲，那假使伫去年4、5月的时阵，有一个患者是吐甲流来互我看，我会诊断什么病？我想我会诊断有那是胃肠炎，啊，你诊断胃肠炎了吼，到落尾发烧，那知影天高热的时，这一段一段时间啊，这内底病毒吼。已经真有蚊仔已经传出去啊！所以有这几种原因，第4种来讲，大家对这天高热吼，因为无足了解。所以大家认为讲天高热可能是垃圾水内底，结果是清气水。对。啊，大家认为讲天高热可能是暗时啊定人，结果是日时定。所以有足侪人对天高热的这个规个基本常识是无了解。对。所以咱去年开始呢，我差不多于9月开始吼，我就下乡去演讲。我本身讲差60场啦，我有做卫教卡吼，200万张，啊分互每一个民众，啊顺便甲因讲，照这5点来做，都法度通去处理啊。所以我想这是去年吼，时啊这么严峻呢，其实是有这个原因，就是咱第1点欠水，第2点就是这个入来是第2型，第3入来镜头佫是用微长的镜头，对，第4大家对天高热吼无足了解。所以咱今年一个血淋淋的教育了，咱希望今年呢，当继续去年的教育呢，能够把今年的整个知青员、资深员的清楚，甲整个拍帮啊吼，啊甲保护家己呢，会当进行到较彻底这个程度。对，所以刚副市长你讲到说第2型哈，它出现的症状竟然是讲迄个肠胃型的，因为一般那不然传统就是说我们一般认知来面吼，会感觉讲天高热应该是什么型的？伊应该是一般传统的症状吼，就是发烧啦，对，啊骨头酸痛，骨头酸痛，啊起毛啊，起毛啊，就是讲会像麻疹共款的。我民国77年的时候，我是新年咧开业吼，是。
台南县迄阵还未合并之前，台南县第一个天高这我诊断。啊是。但迄个新一个电信局的人，伊去高雄，听清我受训。啊，等下我看规身躯拢起膜啊，佮发烧过，我甲问讲，你过去有出过麻疹？讲有，我你可能登革热，结果检查着登革热。啊。所以典型的症状是安尼啦。啊，非典型的其他的，就是像讲老甲吐。咱旧年迄个开始入来是非典型。所以就是讲，你只要一个空流去，了就规个就走出来啊。因为咱台湾本来就斑纹啦。病毒过入来，啊你身躯对发烧前一天到第5天内底，你拢有病毒嘛？蚊仔叮抽取了，佮经过8到12天繁殖期了，去叮互别人，就病就传出去。对。就咱旧年第一个是伫迄个跳蚤市场，其实出入的人差不多几6000人。对啊。嘿，是，所以咱跳蚤市场主要规个拆掉，就这个原因嘛。所以古年那疫情它很严重，那怎样讲？不得已我们还是要告发，对不对？对。好，那我们告发案例是不是有做了一些分析？对，是不是可以跟大家报告？我想这个是很实际的啦，哈。告发案例内底吼，拢总有50%，是伫居家环境，吼，20%是伫工地啦，是，啊，工地14%，刚刚这3项就85%，啊，你也伫个结节内底呢，你塑胶干那上济，嘛占50%，是，落尾是底盘，迄占20%，啊，顶悬的帆布迄差不多10%，所以就话占80%。是。所以咱旧年吼，把这个物件已经拢分析出来，所以对厝内底上严重。我咧讲天高健有一个足大的观点来讲吼，它是最好防疫，也最不好防疫的。什么意思来讲吼？如果家家户户都能担任起他清除滋生源的责任的时候，这个病就很好防疫。对。因为恁厝诶到底什么所在有水，有可能生蚊啊，你家己上知影嘛。对。你若讲大项拢问讲咱的迄个环保人员，还是讲卫生人员？还是讲志工去恁兜甲你找的时阵，免哪找，一间厝可能超过6点钟。你嘛，你有一个房间你袂当入去啊？系啊。恁的夫妻的主卧室那要放入去，后壁阳台嘛要放入去啊。对啊。对，所以就是讲，这个物件我是希望讲，咱若讲大家家家户户拢有做到是，这个病就好处理。你若无做，就是足歹处理。所以咱要甲大家讲，你若无处理，最大的受害者是你，不是别人，是恁兜的家人啊。所以避免被蚊子叮到，知道蚊子在什么地方，清除滋生的是最重要的。对，所以就是说，从去年的分析就发现讲，其实是厝内，居家环境是最多的。对。哇，所以这个也是说，你说卫生局的人员、环保局的人员、志工也没有那么多人啊，怎么家家户户去帮你的忙？而且他也不可能每天嘛。对啊。他也不可能每一个礼拜嘛，那安尼先规个市政府人员在边上班，对啊，而且我们自己也不希望说人家跑到我们家里去啊，所以这个就要靠民众自己去检查，说，自己家里哪里有滋生源。打有秘方啊，对不？对。其实你若有经过1当2当安尼训练过了吼，未来你拢会变专家。对。拢会变专家。对，尤其是旧年吼，这个疫情很严重嘛，所以就是说，透过很多的宣导，像我们副市长就亲自去做了那么多场的宣导，那民众其实渐渐已经有这个观念，但是有一些比较深的部分，我们也是说希望透过今天副市长到我们节目当中，详细讲给咱的民众了解之后，大家都是变成这个防疫小尖兵哦，家己来做好，安尼靠有法度来能让疫情不要这么严重。好，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去年那么严重，那我们今年的目标有没有目标说，怎么样？我们今年有2大目标，其实处理登革热第一点除了是降低病例数，降低死亡数以外，其实借这个物件去把咱规个环境清洁到好势最重要。所以咱去年处理了吼，有一个中华的这个头家娘，伊用怪手脱规个台湾嘛。伊讲伊看咱台南都上清气，较安平的所在。所以我想这是2大目标，第一是降低病例数、降低死亡率；第二是健康城市、免疫家园。这是咱今年2大目标，这嘛是咱未来2大目标了，对啊。好，那副市长要再请教你，就是说很多人对于本土性登革热跟境外一路登革热，其实都搞不太清楚到底是怎么去做判断的。好，比如说我们今年以这个海淀里这个例来讲好了，他确实得到登革热嘛，对，但他是不是去年那一型，目前还没有找出来，目前还不知道。那为什么会有去年那一型呢？因为这个登革热的蚊子，它把卵产下去之后，它会渡冬。
它会过冬。它会过冬。然后过冬的时候，它虽然今年我们的户外差不多平均17度、18度嘛，吼，芒啊是20度以下是袂叮当。是。但是吼，室内拢超过20度。啊，佮今年落雨吼就足济。咱旧年落雨是，旧年1月份无落雨是破60档记录啦。今年是1月份落18天雨破18档记录。拢破纪录。拢破纪录嘛吼。对。拢破纪录，所以吼。就是讲，伊咧来讲，假使讲伊咧检查出来，迄个登革热的病毒是属旧年的，那就是在这个地方正是本土嘛，它就是不用境外移入，它都可以自己产生登革热。是。但咱今年有60几个，咱过去旧年吼有全国有200几个着境外移入的登革热啦。啊，咱今年是即摆已经60几个啊，所以今年比旧年讲起来，旧年200几个嘛。啊，咱今年。加即摆60几个啊，全国啦。哇！所以表示有可能是境外移入入来，所以咱得爱开始得讲做一个分析，到底是境外移入还是本土的。啊，因为咱过去吼，这个20几档内底拢是对外国，拢是对东南亚引入来，所以咱必须要对这个境外移入吼，是一个来甲做一个应用就对啦吼。所以我即摆开始就是市长跟阮有讨论，就是讲吼，我爱去甲迄个引进外头的中介商啦，遐个人。啊，甲厂商引进外头遮，爱甲因做卫教，卫生者甲因知影讲要当去处理，然后我是希望讲会当吼，阮啊甲外头根据伊即个国别无共款的国别，比如讲泰国做做伙，印尼做伙，越南做伙，我来甲伊做演讲，我来翻译就对了。安尼可能会较贴地啦吼。对。我想咱今年吼会加即个物件，外劳的处理就对了。然后咱也知影讲咱的人吼。若有出去外国佚佗，当然人发烧时，我甲伊讲，讲有人发烧，我去互医生看，有当食便药啊。对，这个部分真的是。以前可能这个是一个漏洞哦，因为境外一路我们在外劳管理这方面，那么是爱吼一些知识啊哈，所以可能我们副市长这样子的一个决策是相当正确的哦，那就是召集一些外劳，然后一定要透过翻译来清楚讲给他们了解，对，吼，啊不有时阵可能公共伊嘛听不啥有吼，那这个防疫效果就会有差。而且外劳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嘛，他不一定会有症状，但是他会带源。这个病为什么比较不难处理的？是讲以背下是无症状的，是没有症状，他身上是带源，他没有症状。所以其实很多人，比如说，我们就是身强体壮，然后得到登革热的话，缓谁的讲，可能只是稍微有点像感冒的症状而已嘛，对不对？对，所以大家都要千万特别的小心哦。但是可能你自己虽然没有发病出来，但是还是本身有带源，有带病毒有带病毒，对不？帮他给你顶掉的，变成讲嘛是传染掉啦。对，这个为什么？就是说为什么每一年都是8、9月的时候，9月的时候为什么是高峰？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因为学校是因为刚好下雨嘛，8雨季；第二个是因为刚好这个大学生都要开学，当然开这个大学生弄欧多拜嘛，对，拢穿短衫短裤，第二因也袂病啊，所以就把这个病就到处去传。哦，有这几个原因。对啊，所以穿长袖、穿长裤就很重要。对啊，可能很多人呢，感觉讲哇天气遐尼热啊，我搁爱穿迄个长裤的，感觉会热。其实你该穿薄的会使。对啊，穿薄一点，有时候反而可以防晒，还比较不会热。对，穿薄的就好，不要穿厚的。对，尤其现在紫外线也很严重，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这种状况之下，为了避免被蚊子叮咬，然后另外是防范说有这个紫外线的曝晒嘛，我们穿那个薄的长袖跟长裤，这样子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是保护别人。好，另外那副市长就是说，前一阵子有一个兹卡病毒，这个跟登革热、天高热呢，好像非常的类似哦。那这个部分是怎么样去区别它们？兹卡病毒它是1947年在非洲有一个叫兹卡森林所发现的病毒，所以叫兹卡病毒。那当时只有在这个部落里面呢。那这几年因为随着整个交通的方便所以目前已经蔓延到世界上43个地区嘛。那它跟有人叫它叫做小登革热啦，它也是透过斑纹、回卡邦来传染嘛。伊的症状跟登革热足像，比如讲伊有一个是结膜炎，登革热目睭会红啦，兹卡病会红。目睭会红。但是因两个拢共款来讲，80%的人是无症状，20%是有症状。但是得兹卡病的人大部分拢无摄影这个问题，但伊会当将这个病毒经由胎盘
传给怀孕妇女里面的胎儿，然后造成她神经上发育的问题，也造成她脑里面的脑细胞发育的问题，所以她就会有小脑症。哦，所以如果我们今年没有在处理，没有在愈加防范的话，那么可能这些人如果出生的时候，不是只有卫生的问题，包括规个未来教育的问题、社会问题都已经造出来了。对啊。所以今年其实咱处理这登革热、处理这斑纹有一个好处，处理一种斑纹，但预防2种疾病。就是预防到登革热跟兹卡病毒。哇，兹卡病毒这个潜在也蛮危险的。它是孕妇啦。对，孕妇小脑症，哇，这很严重。它很严重，对，非常严重。对，所以咱今嘛打工这类把这个病媒蚊、滋生源把它清除掉。对啊，像副市长讲的2种病全部都把它根除，对不对？好，那接下来我想咱应该爱和咱的民众清楚来了解讲，到底天高咧有什么型啦，然后怎么去预防等等的。那我们先来了解说，咱天高咧到底有哪几种型？登革热有4型，是1、2、3、4型。1、2、3、4，它叫登革热病毒所引起的病，因为病毒不同，所以它的病就不同了基本上雷同症状都差不多了但是登革热的病毒它在世界上只有存在3种生物里面，人、狗、甲蚊啊。人、狗、甲蚊啊。但是狗啊、甲蚊、蚊啊、甲狗袂得登革热，那人会得登革热呢。所以因2种是会传染，然后带菌，会带菌，但它不会得病。但人也只有20%它是会有症状的。是，所以它是个聪明的蚊子，就是我们会有症状才要消灭它嘛。但没有症状就不会消灭它，所以它保证这个蚊子呢是有法度通去传出来的病毒。所以我就讲这是一个聪明的病毒。对啊，我们面对是聪明的病毒的，对啊，对啊，所以它这样子就是蚊子它自己不会发病，不会死掉，它就会去传染，它传染给别人，是很奸诈的病毒，它很聪明又奸诈的病毒，对，所以这4种型伊的发病的症状也都无啥，都差不多大同小异啦，都差不多大同小异我们临床上诊断它是不是登革热，哪一型不是用诊断，是用抽血，是用抽血去检查了定序基因定序的它属于哪一型。才知道它是哪一型。从临床上症状没有办法看出来。对，是。对。好，那就是说有讲过嘛，那得讲，我们这个就是刚才讲的狗、人跟蚊啊。对。那这样子蚊啊的话，就是存在于我们的这个生活中间的有很多超蚊啊什么的，那哪一种蚊啊才会得？一般来讲蚊啊，在咱台湾大分做3种蚊啊咱都有120几种蚊啊。但是咱定看了3种，一种是疟蚊嘛，疟蚊咱已经消灭掉所以台湾没有疟疾的。台湾在1945到1965年当中喷了20年 DDT， 把疟疾跟登革热把它消灭掉。是，所以这个是疟蚊。第2是斑蚊咱讲这引起迄个天高热这咱岛内这个灰卡蚊。灰卡蚊，伊的脚一节一节啦。伊的翘伫什么所在？伊干卵伊要生卵之前用脚去探。看有焦有淡的无？若有焦有淡，等下这个卵生伫焦的所在。卵色是等那个水内底，就变决，然变蛹，就变成虫的对啊，成蚊的对啊，伊是安尼所以足巧的，而且伊咧探性个去脚去探讲到底氧气有够无？氧气若无够，我若无爱生落就对啊。所以足巧的，所以伊是这个咱讲这个斑蚊啦第3就是讲咱的家蚊。家蚊其实我要甲大家讲斑蚊、灰卡蚊埃及斑蚊拢是秘出来底啦。所以咱若甲家蚊当作厝蚊做侪人会去分唔着。是。家蚊一般伊咱一般装开的名叫草蚊啊，甲草蚊啊。草顶管所生的蚊啊，比如讲咱即马3、4月做侪草蚊啊有无？你黄昏的时顶管咧飞迄个。甲草高水的蚊啊。是。迄是袂传染登革热。是敢若斑蚊的尔。敢若灰卡蚊的。敢灰卡蚊的。对，其他迄2种蚊啊是袂的对，所以咱注意灰卡蚊就会使。所以这个斑蚊是不是还有分埃及斑蚊跟白血斑蚊？对。这2项有啥物无共？我想咱拢有一个疑问，就是讲是安那咱境外移入拢是全国200几个结果7成拢是伫北部，现在北部袂传染登革热，现在南部的。这一个原因就是讲北部蚊啊，甲台南的蚊啊无同。北部蚊啊，咱的埃及斑蚊它会在北回归线以南。埃及斑蚊，所以就屏东、高雄、台东、甲台南，这是有埃及斑蚊。
但是白线斑纹是1000公尺以下，全国拢总有。所以全国拢有白线斑纹。换一句话讲，咱南部2种蠓啊，一种是白线，一种埃及。对。北部是白线斑纹的。哦。为什么白线斑纹它比较不会引起登革？因为白线斑纹它比较喜欢风，它会在外面。会在外面哦。埃及斑纹会在室内里面。是。所以外口你讲北部人因办公，因厝内底无斑纹嘛，都无埃及斑纹啦。办公啦、食饭啦、开会啦、看电影啦，拢是伫室内嘛。去室外时，伊会穿较长的衫裤，这必然的嘛。咱去食饭的时，衫裤脱，西装脱起来，食饭把咱出来，西装穿起来嘛。对啊。咱南部拄啊相反，咱南部的蠓啊拢是厝内底，埃及斑纹拢是厝内底。埃及斑纹拢伫厝内。所以你厝内底时，你的衫裤会脱掉，穿较紧身嘛。哦。要甲伊定落。对啊。所以蠓啊无共款。第二呢，就是讲蠓啊的特性，一个室内，一个室外嘛。第三，蠓啊叮人的习惯。蠓啊伊本身吼，即个埃及斑纹伊叮人吼，是在树蠓啊爱花树甲甜，等会生囝嘛。等会生囝，花树无甜袂生囝。所以埃及斑纹要树花树甲甜是伊定力，你就走啊。树6、7个树好甜就对啊。所以你等下你有感觉的时，已经飞走去，你无感觉去有蠓啊叮着。咱旧年伫迄个台南病院吼，拢总有100几个住院的吼，台南病院有甲做一个统计，有70-80%唔知迄有蠓啊叮着。哦，家己拢唔知影，无好。埃及白线斑纹吼，叮的是一间甲伊树甲拔，所以你等下你有感觉的时吼，伊个停这所在个拍就死去啊。并袂传染出去，所以哦，白线斑纹甲埃及斑纹哦，除了这以外，生长的时间，白线斑纹吼，对蠓仔生卵，甲变蠓仔飞出了吼，差不多14-15天的时间。是。那埃及斑纹只要9天。只要9天。所以埃及斑纹它的生长的速度比白线斑纹还要快。你像埃及斑纹哦，也当活1个月，白线斑纹只能够活20天。哇。所以这5种不同，造成说北部为什么境外移入比较多？那为什么它不会传染登革热？最主要是这个，因为蚊子种类不一样。种类不一样。对啊，所以透过副市长的介绍哦，其实我嘛是听到他怎样讲，哇，这个不同的蚊子的习性跟它的生长史，就造就了说南北这个疫情会不同嘛。对。所以我们南部这边本来就哇，可能就是因为就是埃及斑纹的关系，然后它的可能它长的时间又比活的时间比较长。比较长。对啊。生长时间比较短。对，然后它又在户室内。室内对啊。定是一盖定6、7个。你迄个埃及斑纹。白线斑一竿定一个尔，你感觉是拍就死去啊？对啊，哇，所以咱南部吼，这真正是就是先天的条件，就是会比较容易传染这个登革热了嘛。所以咱更加爱特别注意，尤其天气热，大概伫室内拢嘛是讲穿短短裤就好哦。所以为了避免的话，就是一定要让室内完全都没有蚊子，然后因为你也不可能说我在室内真的还很热的时候，我还一直穿长袖跟长裤，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啦哈。对，所以就是一定要让这个滋生源彻底的清楚才有办法。好，所以呢，讲到这样子的话，那斑纹是怎么去传染这个登革热？就是透过叮咬嘛。它是叮咬，它人跟人不会传染登革热的啊。比如说现在有人得登革热，我去接触它不会传染登革热，必须要透过蚊子。是。透过蚊子。伊透过蠓啊，比如讲蠓啊，我有登革热的患者，我本身伫这个发烧前1天到第5天，我身上有病毒嘛。那一只蚊子叮上我。然后它经过8到12天，在它肚子里面，对，它繁殖。繁殖之后，这个蚊子呢的病毒呢，就到嘴巴唾液里面，就定下去的时候，蚊子一定要先吞灭唾液嘛，唾液然后唾液在皮肤上，然后叮下去就把病毒带下去了。好，然后经过3到8天那个潜伏期，这个人就发病了。大概原因大概过程是安尼，来讲伊必须要经过1到5天，伊的规个身上有毒血症嘛。我内底有病毒嘛。是。你要蠓啊叮了了8到12天繁殖，到足够的病毒，它才会传染这个病给别人。那定了下去之后，它经过3到8天，它潜伏期之后，它才发病。也不会马上发病。哎呀。对，所以副市长这一讲，像讲哇，得了登革热，那就是我在发烧期间，它叮我才会，对，它才会具有那个传染力。你发烧的前1天到第5天，它才有传染病，所以你要保护自己，别给蠓啊叮着。这等一下我们会再讲到。
对，好好，那我们就是说，刚才副市长你有提到，等于讲，登革热的吼，可能死亡的大部分都是老人。对。嘿，这是为什么会安尼啊？我想吼，咱来看一个是讲吼，我典型讲第六天死亡嘛。登革热分作3期，一个叫发烧期，一个叫做危险期，一个叫做多期。好。恢复期。是。发烧期吼，差不多是前差不多3天。伊会烧到39度、40度。发烧的时候，伊的水分会丧失嘛。发烧的时候，伊规个血筋会凝起。凝起了，规个血筋内底的血浆，伊会走出来血筋外口。所以血筋内底剩下血球。所以剩下血球会落。对。所以如果咱有慢性病，比如讲咱有腰子病，咱到腰子血就减少啊。即马血佫落了咧，到腰子血佫愈少，腰子病就愈严重。若肝脉。到肝的血减少啊，即摆伫发烧期的时候，血愈落，所以伊就开始肝就歹去啊。心脏歹的人赶快是，脑歹赶快是，这拢总赶快。所以为什么慢性病多的人，对，他容易造成死亡，是因为他会加重慢性病。他整个血液不足嘛。第一是安尼。是。所以第二就是讲吼，他会出血性。为什么出血？因为登革热伊即摆这个病毒内底吼，伊这个骨髓内底。所以什么登革热有个叫做断骨热。现在断骨，因为伊是骨髓内底啦。咱讲咱人若无注意，哭着了，脚就疼甲，迄是外口咧疼，骨膜咧疼。骨髓咧疼。你坐也疼，倒也疼，烧也疼，无烧也疼。是。所以叫断骨热，跟咱骨头断去同款。它同时也会让血小板降低。那我们知道正常血小板差不多15到30万，这降到2万的时候、5万的时候就开始就出血啊。所以一寡人吼，比如讲你无注意去洗嘴，你若无去医生诊断去洗嘴，出血袂止。有人可能是因为你过去就是有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是。你发烧，家己去食退烧药啊，叫加强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了，胃溃疡流血袂止，就倒转去。有人比如走人胃经来。一样也会这样子，所以为什么早期确诊是很重要？因为第一个你可能是缺水，我可能点滴给你水，让你保护各种不同的器官，是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老人死的比较多，是因为这个道理，因为以后年纪大，主要伊血流不足嘛，佮加上吼有人要甲顾老人，送去拢已经较晚，伊家己伊若发烧的时候，家己要去用看嘛无方便啦。对。所以我想这是咱少年人做照顾老人特别爱注意。就是安那讲老人较会死亡是这个原因就对了。好，所以经过副市长的解释吼，相信咱的观众朋友拢有较清楚的了解。咱即马要先休困一下吼，但小等一下咱后一阶段呢，要继续针对讲起户啊，是不是针对今年我们要怎么样呢？跟全民一起来奋斗，大家一起来打倒登革热。好，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你们看，这个水桶里有虫是苍蝇吗？应该是毛毛虫吧？是什么？是什么？小朋友，这个是孑孓，尾巴动来动去的。长官叔叔，什么是孑孓啊？哎呀，你很笨哎！孑孓就是蚊子的小时候啦。哇，你答得很棒，很对哈。那所以我们这个水弄完之后呢，这个水桶盖要把它倒过来。那1个礼拜呢？如果说不小心有这个病媒蚊产蛋在里面的话，1个礼拜之后它就会变成是病媒蚊。那长官叔叔，蚊子还喜欢在哪边下蛋呢？哇，它喜欢的地方很多，只要有水的地方，比如说我们教室里面我们的花瓶，那教室外面的呢轮胎、保特瓶，还有很多树洞，甚至于那个整个水沟如果没有清的话，也可能蚊子在那边下蛋，就可能产生孑孓。像这些没有回收好的瓶瓶罐罐，就是蚊子最喜欢的地方。难怪老师总是要我们注意周遭环境，要随手清理，原来是怕积水啊。对，所以如果下雨之后更会积水所以呢，这个蚊子呢在这个地方呢就可能产生这个成虫，就产生登革热。所以我们用手把它捡起来好不好？好。校园环境没有可滋生蚊虫的积水容器，才可维护学生的健康。就有学生将清除积水容器的行动带回家，带动家人一起来清除社区积水容器，让登革热病媒蚊无法滋生。欢迎
天继续登来市民新声节目的现场，咱今日为大家邀请的是副市长严春卓严副市长哦，来跟咱大家呢做伙来关心天高热的风地，欢迎副市长。是啊，咱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副市长，那我们前一些阶段已经来了解了蚊子的习性呐，还有一些登革热的基本的知识哦。那这样子到底呢，我们民众要怎么样去预防跟处理这个登革热呢？是，我想是刚才讲，蠓仔莫定着无这个问题啦，所以等下我哋卫教开，我甲大家讲较详细啦吼。啊，咱来探讨一个问题是讲吼，天高这是不是得着了吼有免疫力啦？基本上是有，但只有对这一型有，其他型是没有。只对那一型。比如讲，咱去年得第二型。对，2万多个得第二型。啊，咱卡数讲，当然潜在偌济，咱唔知影。有做一人得了无症状诶，迄嘛拢有抗体啦。所以今年来卡数讲，咱赶快是第二型来的时阵，咱遐都袂得着。所以只有对这一型，它是会有抗体，其他型是没有抗体的。所以登革热它是会有免疫力哈。是。啊，咱咧问讲，啊有法度通去种猪无？的疫苗无？对。目前是没有疫苗，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不讲我食，我只要食了登革热病毒，像咱流感，有克流感啦。是。哦，流感嘛，咱有克流感嘛，吼，咱克流感啊，这无嘛，这个无这个药啊，所以咱就是讲提早发现最重要啦，吼。啊，我哋这顺便甲大家，去年有人咧讲啊，咱台南市的台湾的医疗吼，比外国加较差啦，讲新加坡啦，还是讲东南亚吼。老人拢总无死，咱台湾拢死老人。上主要是因为遐个新加坡、东南亚遐个病吼，拢是一年四季，因拢无停。所以对囡仔开始就拢去蠓仔叮惯死。所以到老人的时阵呢，有99%、100%拢已经有抗体啊。所以个蠓仔叮了吼，伊嘛袂引起登革热。咱这老人才会20%有抗体而已嘛。所以蠓仔叮了，伊无抗体。伊就产生这个疾病嘛，所以并不是讲咱家医疗水准比人家较歹，上主要是因为这个老人本身有细汉有迄个电惯死，那电惯死伊就袂得着，啊因先甲迄个东南亚拢是电惯死啊，所以伊的抗体比例悬，咱这比例较少啊，因为这个原因就对了。所以就叮过就有免疫力。可是副市长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去年他被第二型的叮到。那得过了以后，今年如果在第二型，他就不会得。他就不会得。对，但是蚊子如果去叮它，会不会说蚊子也带了第二型的病毒？就没有发烧就不会。它已经没有病，它只有抗体。哦，只有抗体没有病毒。对，它没有病毒，它只有抗体就不会。所以一定要在那个发烧的那个时候，它才会蚊子叮到它才会传染。对，那时候有抗原嘛。他已经有抗体，所以就不会了。对啊，因为有很多民众就讲说，某某人啊，他得到，那今年如果蚊子叮他，再来叮我，会不会得到？所以这问题问得非常好，也希望民众都能够了解。基本上我们要有，我常说过，我们要有正常的常识来保护我们自己。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说我们为什么一直在启动这个整个宣导，因为教育永远是不足的。但教育永远是最重要的。所以显然我下乡来讲。就是要互咱规个对这个病的了解互咱避免来保护咱规个子孙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武器。对。这个城市带咱健康，我们逐当日拢会来嘛。啊，你早晚总是要了解嘛。你提前了解，提前保护嘛，较晚了解，较晚保护啊。所以这个是咱市政以前苦口婆心。一再的卫教宣导的这个原因啦。对，所以以前登革热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咱的民众就会去疏忽啦，就觉得说这个不是那么严重，那是因为我们防疫做得好。可是呢，后续就是说因为种种的原因，造成说这个病例数这么暴增的时候，大家其实也会想去吸收这样的知识。可是有时候呢，这个消息来源又不是很正确。那我们今天请到副市长呢。他本身是一位医师，所以呢，伊甲咱讲的绝对是上盖健康的在相关的资讯。所以看完我们这一集，你就变成防疫专家了好，那我们知道说市长有说今年登革热的防治呢是怕病护家己嘛，对不？对。怕病为家己啦。怕病为家己呀，来是安怎怕病为家己？市长是用这个大家拢会当捌的口语来甲咱要做工会做一个足好的宣传啦。怕咱来怕蠓仔。蠓仔伊会四界飞嘛，绝不会变叮人。蠓仔会叮人，所以要怕蠓仔。对啊。病是病滋生源，甲滋生源拢是甲伊病掉。为家己是讲你要保护家己。不管你是未得着，还是得着了，你要保护家己。所以其实这项我伫顶悬卫教卡，我有出一个卫教卡，5点基本上是拢同款啦。是。第一点是
逐礼拜拢都爱清结节。因为咱结节吼，对于生两月了到伊变蠓啊吼，差不多8、9天的时间啦。你会记旧年吼，咱旧年有一个时间8月23到9月前是连续落11天的雨。对。11天的雨呢，咱9月15咯，开始病例拢差不多500-600个。就因为落雨11天吼，无人去清，厝尾顶啦，里面的积水容器无人去清，室外无人去清啊。啊，开始生蠓就生出来。啊，生秘书厝内底甲你定啊。所以就是讲吼，第一点是讲吼，这个物件是讲吼，这个是很重要的，就说他每个礼拜你都要给他做清除结节的工作。所以咱对那个疫情较严重的时候，咱拢有逐礼拜拜六个早时啊，做防疫清洁周、清洁日，逐礼拜拢一届。希望你甲厝内底的物件吼，用这个循道刷清的这个规个原则啦。就你先顺看厝内底有这个积水容器，内底有水无？你若有水，先爱甲伊倒掉，啊，倒忙倒到水沟啊呢。因为你若水沟倒入去了，做啊清水嘛，水沟佫会生蠓啊，所以你甲倒到路，拍一头拍就死去啊。所以循道清，清哦，就是讲你无爱容器甲伊淡掉就清啦。啊，刷啥物意思？就是讲，因为内底迄卵吼，蠓仔卵你若无经甲伊处理，有上长咱活5天啦。所以你若讲无甲清了，即摆水佫倒了，就佫开始生蠓仔出来。所以你要清，你要刷。啊，刷你要清啊，来清，但有时候不好刷。比如讲回甘，也这不好刷嘛。对啊。你可以用个方式用烧水。哦，用烧水。60度甲切切的吼。伊个等的温度50几度就熄去啊。哦。所以第一个是每个礼拜吼，都要清结节。第二个是吼，大家拢要杀蠓啊。恁兜虽然无滋生源，恁兜绝对有蠓啊。你只要门拍开啦，纱窗留去啦。无个纱窗啦，对，你就入来啊，因为伊爱都室内嘛，伊爱都室内，爱米上面所在，爱米离伊潮湿、阴暗、不通风的地方吼。所以咱有一个表吼，甲大家做报告吼。是。蠓仔伊上爱米到啥物所在呢？伊上爱米离吼，离迄个家具吼，甲器物后壁吼，差不多30%啦。啊，墙壁28%，暗的墙壁啦。暗的墙壁。啊，搁迄个窗帘，暗色的窗帘。迄差不多26%。天花板啊暗的有那下就对了。哦，天花板啊有那下对啊，但不伊起始的高度超2公尺以内。伤悬伊爬袂起去啦。所以就是讲吼，伊特性是安尼嘛。所以逐礼拜逐日拢都要杀蠓啊，尤其是厝里内底65以上的人，有慢性病的人，你特别爱杀蠓啊。啊，蠓啊，你当时去杀，你要用暗时啊。你是咧上班啦，伊是9到11，下午4到6咧盯人嘛。伊是白天定人，晚上伊是无定人，晚上伊休困，所以你要用休困的时阵吼，去甲伊杀。啊，咱甲伊杀，你当用捕蚊灯、捕蚊器、捕蚊拍，还是用避胺珠吼来喷的安尼。逐日拢定爱做这个工作。啊，第三呢，就是讲吼，偏慢去互蠓仔叮着。我旧年吼，含市长甲诚济区长吼，拢深入灾区嘛。我的蠓仔是足济。但我是咱，阮市场拢无钓着，因为阮自我防护啊。阮穿长衫长裤嘛，比了先防蚊液就抹落啊。就抹防蚊液。所以并毋是讲吼，伊看到我甲市长甲副市长就无来甲阮定，毋是安尼。是因为阮有做防电信讲就定落来，咱咧管理啥物人。对。所以就是讲吼，这个物件是健康是留互了解病的人。对。哦，所以吼，第三就是讲，我们避免被蚊子叮到，穿淡色的长袖的。衣裤、长衣长裤，跟必要使用防蚊液。第四吼，有症状马上给医师看，尤其是抵抗力歹，年纪大的，比如讲高血压啦、糖尿病，60岁以上，咱古60岁以上占90%嘛，112个、102个啊，咱古年慢性病的107个啊，就是讲伊60岁以上冠心症、洗肾、肝颈加，我倒甲大家解说过啊，因为伊血液循环较歹嘛。本来器官的受损愈严重，所以我含市长拢强调一个观念，就是讲吼，最新的孝道吼，是让我们的家长免于被蚊子叮到的空间环境。对，没错。因为咱即摆老人，你是拢伫厝，咱叮到人有40%以上是60岁以上的人嘛。咱台湾60岁以上的人，其实敢若占差不多10几%呢。65岁12%嘛。65岁顶多嘛差17、8%呢。啊，是咱讲40岁以上的占差不多40%，9岁以前占差不多10%，这拢伫厝内底嘛。
我都讲过，讲埃及本人上到倒厝内底，拢去个定点。所以其实我讲过啊，你厝内底有65岁以上的人，都有慢性病，你一定要给伊创造一个无稳定的空间嘛。所以这是第四。对。第五呢，你若确诊登革热的患者请你要自我保护1礼拜。就是我讲过，讲发烧前1天到第5天，你血内底有病毒嘛？你会甲血传出去。对。唔是干你俩，恁兜的人嘛拢爱呢。因为恁蠓仔可能叮到恁爸爸，伊会传染互你嘛。对。同款是安尼，所以要自我防护1礼拜。自我防护1礼拜，唔是讲叫你卖出去。上主要是讲，你爱穿长衫长裤。对。这5来天内底用防蚊液喷安尼，莫叫蠓仔。莫叫蠓仔叮着。所以以上你若做到这5点吼，我相信讲今年不是干那登革热尔，包括紫卡病，都讲咱控制掉的。就是市场的拍拼为家己。好嘛，卫教卡这5点，其实拢同款的意思。是。拢同款的意思。对，所以这个怕表为家己并不会很难啊。我们听副市长这样讲，只是看你自己要不要动手去做而已，对不对？都是很简单，大家都做得到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大家自己真的要有这个觉悟啦，哈，要不然我们这个疫情有可能会在席卷而来，会变得很严重。那大家如果做得到的话，我们今年就不会有什么样的登革热疫情，甚至连兹卡病毒都会没有，对不对？过去是强调说3、4年一次小流行，10年一次大流行。对。以前我们在念书是这样子讲的，对。但是我们给大家看2年前的高雄是14999个，咱认为讲那按照这高雄应该去年无嘛，对啊，去年不但有，而且数目佫超过前年，变19000多个，所以咱去年2万2千多，按照以种概率是会保护今年嘛，对。但是高雄去年把那个规则打破掉了，对啊，那所以我们今年。也认为台南不能掉以轻心，还是严阵以待。我们认为说应该做的还是要做好。所以咱今年真的是严阵以待，这你规个疾病的气候的改变和疾病的形态做一个很大的改变。对啊，都不一样。高雄今年已经400外了。哇！伊已经400外了。是。到即摆400外，咱差不多咱是14个啦。因400外，所以伊屏东嘛23个但我讲话讲是安那屏东北回归线依然是咱屏东甲台东较少，伤热，35度以上蠓仔都无啥。太热也太热，所以就是变成是我们跟高雄就轮流，每年都会很严重。所以身为台南市民，对登革热了解是一件必须懂得尝试。对，因为它不只是就保护你，其实保护其他的人。对，真的是必备的常识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都要有，然后也要从校园教育往下扎根嘛，对不对？好，那副市长，我们知道说去年那个疫情发作的时候，你都有去细给安尼去顺去看，好，你看你有什么感想？干嘛有什么需要改进的所在？我想是咱去年有办一个自我检查单，咱这个新马县主席里长副长你拢跟分落啊，叫咱民众家己自我检查啦，瓶瓶罐罐这个物件12项拢做清楚包括保利龙，包括轮胎啦金螺这些物件拢总有我要讲唔是这几项啦，是，咱拢看会到，但是有几年我有对几项大家无通处理，咱家处理出来啊。我伫遮甲大家做经验分享，就是咱有几个，比如讲天顶的水槽，我们所谓天沟，迄个水槽佫有分做1、2、3、4楼，佫有分做厝前厝后2边拢总有。咱台湾的水槽拢总会塌掉的，是安那因为新加坡建立法是规定讲水槽要留3度的斜度，咱台湾无这个规定，拢俩水平嘛。所以你有稍微下雨的话，基本上水不会掉下来。而且水槽为是安尼片为新鲜嘛，为年久为深，比如地动啥物件有落蚵啦。还讲水，还是讲顶管佫有树啊，种树啊，有种树啊嘛，树啊树叶啊落落来。咱水槽是开放的，所以水槽内底有一寡涂刷粉啊、甲草籽啊，顶管会佫会生草啊，所以拢会塌掉的。塌掉水槽你要去处理呢？你无可能讲对窗仔门出来之后再去处理啊，无可能掠推去处理啊。一楼你可能掠推去处理，电2楼要对处理。对啊，做派处理。所以我就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有阳光照到的水槽，你就不要理它。阳光照到就不用管。因为它阳光那安尼片做烧嘛，冷的细体。没有阳光照到的水槽，不管它在什么地方，你都要理它。你当然不可能去清除嘛。怎么可能清楚呢？对，所以我建议大家把你的窗户打开，
然后漂白水跟肥皂水把它泡好，让它倒落。哦。倒到水槽哦，顶管有一点水。是。迄个水是活面介质哦，伊会当甲决解，甲外面空气把它阻绝掉。哦。无空气的细体啊，你像碱性环境决解不容易生长。所以第一个是天沟。哦，除了阳光以外，就是可以用漂白水哈跟消毒水。第二个分做是迄个，咱的有即马公寓大楼迄，跟我管理员那就没有关系。咱先开始可以过去一种老旧的地下室哈。防空需要有避难场所。是。拢40-50栋的。迄壁拢立下去，地下水拢入来，都无人管理。那没有管理委员会啊。爱要安处理呢？对啊。过去拢袂当处理，拢是有水去抽水嘛，甲蛋黄乳块嘛。那每次去都要花好多时间。你抽水机要吞下去，那都很麻烦。所以最后我就告诉他们，我们不要怕里面生蚊子了，我们怕的是蚊子飞出来了。我们就用纱窗把它盖住就好了。哦，就直接把它盖住，封住就对。就封住，你也管理生帮，你帮他想哦，哇，我一个月了。我们说过斑蚊就1个月嘛。斑蚊被挖的个爱有假草浆的。它要按照草枝里面的、树枝里面的葡萄糖去维生啊。你内底帮啊内底伊无草枝甲树枝自然会翘起啊。你帮我飞出来就好啊，就无这个问题。所以有地下室没有办法处理的地下室，你就用纱窗、用纱门给封起来就好啊。就很简单嘛。第三有一寡迄个老旧的这个无人顾的房子，基本上你要通知屋主来处理。但来处理当中有一段时间，伊在通知伊个来嘛，改善期。但是伊顶管老水啊，你变他处理。是。那就是很简单，用刷啊，把水砖砍起来就好啊。哎呀，刷打起来看那个会当个赢啊。地下室也是一样，工地也是一样，用刷想进。是。对。那来就是树洞。树洞内底滴水嘛，内底有一个白线斑纹，室外是白线斑纹嘛。对啊。你过去拢是唔知咩处理，有人讲用水泥甲空啊，水泥空，因为坑若大坑，水泥做重的，水外会倒落。对啊。有人讲是用土啦，结果土用起来了吼，伊安那，伊即摆若落雨了，土走去啊嘛，佮留一个坑嘛。所以我是建议讲用草啊，因为草网啊袂有传染登革热。哦，用草啊。草啊，你就讲草啊，做尖的。好一些草网啊都不会传染登革热。用这个方法就很简单了。对啊。就很简，就是用那个尝试去处理，叫做很简单嘛。所以我觉得说这个都是一般的常识，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哈。你未来对咱规个防疫吼，有真大这个帮忙，就是有火锅啦。嘿。有火锅你若是定有生这个帮啊，解决有火锅才能发现到哈。一方面是用盐啦，乳块也可以的。但如果常常在生理的，总要用黑细沙网哦，总要砍起来。是。会帮它卖入去就好了。这个跟地下室的沙门是一样的概念。用迄个用迄个细沙网哦，总要砍起来就好啊。就无这个问题啊。所以这是我去年除了咱看的第二届资深的清楚以外，我有特别这几个经验。哇。有积水容器滋生源，那就是爱把水倒掉，但是有些部分可能就很难去这样子处理哦。那副市长他就是去巡视之后有提出了说，可以就是说你除了说让阳光去曝晒哦，然后就是又可以用我们的肥皂水消毒水，然后纱窗啦，或者是说给它用土啊，哇，好多方法哦。所以我们如果生活周遭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都很简单。对啊，可是我们都不会想到还好副市长有想到了。你要让我想一下，我才有生意可以做。对啊，哇，那想到了以后，现在咱就是教好咱的市民朋友了解嘛，你了解只要今嘛大家知影安怎做啊，就要动手去做了哈。好，那副市长，那我们今年台南市政府针对我们可能提早来的这样的疫情，我们有没有什么防范的措施，做好这个要防疫的工作的准备？今年因为雨水来的特别多，对，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区里座谈会已经在进行。希望在3月底、4月底之前能够把这个民众自我检查表。就由里长、邻长发给这个民众，让他自行检查。是。那提早因应了哈。那我同时呢，也开始下每一个区，去到卫教先导。今天第一场是在北区。因为北区去年最多嘛。对，最严重。最严重是在北区嘛。那我预计是在4月底之前，
把所有的37区都讲完一次。那如果各里再发生的时候，在各里去讲。那这一次讲的时候，在区讲的时候，就是里长、邻长跟志工都出来。所以今天在北区里面呢，有差不多700-800个。出来听。对。那他们都很有心得。那未来如果北区哪一个里又发生，我就个别再去。是。个别再去。那另外呢，我们今年不一样，是我们今年设LINE的群组。我们希望区公所能够设LINE的群组。第一时间就把整个一个消息就公布出去了。比如说哪一个人可能得到登革热，但是这个里长就要保护这个病例。我们发现什么样的脏乱点，那就很清楚，就可以看得到了。对，就可以透过LINE的群组让每个里长都非常了解这一块了。是。那另外我要呼吁大家喷这个家里面喷药那拢甲看甲做慢嘛拢看甲做慢，其实是。市长去年伊有讲因兜那用喷过啦，伊无看啦，所以无看伊就是酒精嘛，就挥发掉无这个代志。所以呼吁说不用盖，为什么盖比不盖还差呢？因为盖的时候甚至会一些空间让蚊子躲在里面。你喷不掉了。所以你不要盖的时候，蚊子就没有躲藏的空间。所以而且你也不用花那么多的钱。对，因为很多人都对喷药这一块其实会担心。以前是粘性、油性，现在是水性的了。所以都没有问题。所以你就家己蒸发器嘛，内底有酒精柜的蒸发器都无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呼吁今年在喷登革热的时候、喷药的时候，我们不要盖。你盖的时候效果会比较差。就是咱去年2来经验。是。你都免你砍的了砍有，比如沙发你砍内底有砍芳啊。你桌顶砍内底有砍芳，网啊米内底你嘛唔知影。你也不知道。对，所以很多人他是担心说，比如说自己家里装潢很好啦，或者是说沙发椅是布的啦，床这个，但是其实现在的药都有改良，它是水性的，所以都不会影响到，都不会黏，除非你要把你吃的东西要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就吃的东西，对，还有一些就是碗啊什么的，杯子，对。那最好就是之后喷完就可以再洗一下，再擦一下就可以。对，再擦拭一下。那其实其他的话都可以不用再盖啦，对，这样子防疫效果才会比较好。对，那户籍地那咱公市长有指示说4月底之前要完成全面的喷药，对不对？他那个喷药指的一般来讲是这样，我们现在喷药指的不是登革热的药，是一般家蚊，就是讲草蚊啊、草蚊的药啊。因为今年雨水特别多嘛，那蚊子特别多，所以3、4月启动的那个是喷一般的，因为你现在如果太早去喷，你没有登革热嘛，不是每区都有嘛，才一个，如果每区都喷登革药的话，可能会产生第一个药没有效。因为蚊子可能本身没有带病毒啊，对，也许你有可能和蚊啊产生抗药性，所以目前所喷的药不是登革热的药，是一般蚊子的药，那不太一样，是，那是从去年5000嘛，我们今年提高到1万，对，那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年，其实我们觉得整个台南市政府在处理这一方面都是按照科学数据在走，因为我跟市长都是医师嘛，我们希望用科学的数据来当整个防疫的整个一个依据。对，然后也帮这个城市留下很好的防疫经验。对，这个比较重要。是，没错。当然，怎么样口头讲，还是要实际行动比较要紧。对，没错。你无我甲恁教，你若不去实际行动，你嘛无法度。对啊，嘛是无好。所以市长要拍拼为家己，我迄5大原则。你若照咧遵守的时候，我相信讲今年登革热咱绝对能控制得啦。对。这嘛不是讲登革热，咱未来每一届疫情的条件。咱拢赶快给动员。我相信讲咱台南市一个健康的城市，绝对是可以达得到的。对，没错。哇，那我们今天听到副市长讲的，其实原本呢我做了好几集有关登革热的节目所以陆陆续续都有吸收一些登革热的知识。但是今天我又学到的蛮多的，所以咱的观众朋友好好看这集呢，然后遵守这个市长讲的拍拼好家己，还有我们副市长讲的5大原则，相信呢我们这个防疫工作一定可以做得很好。好，那我们最后也请副市长帮我们做个结论。好，谢谢我想这个酸水星跟3冠网是一个公益性的电台那对于怎么样宣导正常的常识，让我们市民能够了解，有相当大的一个功能那我也特别感谢今天让我这个机会，让我还能够把许多过去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东西，把它摊开来讲。那我们也希望透过正常的一个知识呢，能够让我们能够了解，能够理解，然后进而保护自己，保护我们的市民。对。
好，谢谢副市长哦。好，那我们知道了这么多的知识以后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大家家己吼爱当手当起来，懂？这样才有办法把这个登革热的疫情控制好。好，咱再次感谢副市长今仔到咱节目当中，谢谢副市长。好，咱嘛感谢观众朋友你今仔日的收看啦，市民时下节目，伫遮个一段了，后礼拜咱感谢时间再会。